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本日福娱乐呢个节目。今本头大家咧讲嘛，家咧讲无土壤上，未讲无土，未讲壤上。你讲无渣，你也讲土壤。你今日裏邊係嘛啥咧？先嚟看下短片，等下再嚟上家己。嘅今日分享你點解裏邊佢係介無渣，佢係介土壤哦。龐小英分享。大家好，我係龐小英，我係來自苗栗客家人。耶，歡迎小英。哇，很久冇看到。係啊。上擺看到你嘅時間，你係一個舞者，當然基本你很黑，不過基本你來嘅時間身份冇共用係。你係舞者，係導演，也係媽媽。係媽媽。基本你看到小英做到暗講哦，你就知道哇，這是一個舞者嘅感覺，你看下。係咪？唔係太正式了，係冇？有一些正式嘅感覺。不過真然基本已經歡喜咗哋再一次的請到小英來到亞片。剛才大家看到嘅短短嘅影片係你帶來嘅，係就係外勞另另外一隻天陽嘅導演，很多陳嫣鳳，同佢跟他合作的一個短片，是也沒有得過香港的一個大獎。對，公司採訪大家看嘅短片嘅時間，就像小英講嘅，就是你按樣看，你應該係看得是，不過其實嘅地度有牽到嘅元素也好，議題也好，創作嘅內容也好，其實這是你亞也是很努力在積極從事的事情，對嗎？一種創作方式人都舞頭影像、舞蹈影像啊，英文很多 dance film， 所以就懂清楚佢就會舞頭老天陽嘅結合，結婚安尼，即係所以講法清有意思，因為我們簡單跟觀眾朋友分享，按種講話，其實你講跳舞，大家都很能理解嘛，該係跳舞，有沒有？公司採訪有真清重樣嘅舞者嘅跳舞，不過大洲也有狗也有看到媽媽歐巴桑啊，媽媽喺跳嘅舞蹈，不管怎麼樣都係身體的一個律動嘛。不過其實你要它從舞蹈跟影像做結合，聽起來好抽象的，其實是用舞蹈嘅方式去呈現一種嘅影像概念。係兩種一理解清。最棒就是，但是沒有懂得不同的方式，像你看到剛剛看到的 Wanderer 呀作品，其實背後有一隻故事。老天陽可能有一隻腳本，所以有兩隻角色，佢之間有一些角色之間的關係，只係就會冇用功法的，用身體的動作。你們有看到剛剛伊麗姐沒有講到，其實要他推當代舞蹈世界裡面，不是一定要那種很專業啊，腳要舉很高才讓人都跳舞。其實你看嗰主角，佢用的行路用的寬，嗰都是對我們而言都是舞蹈動作。就會愛編舞而做的事情啊，我要他就會舞蹈影像就會對我就會要把舞蹈老天陽兩個語言將它放在一起。那你可以說它是一個舞蹈作品，其實但是你最後看到又是一個電影作品啊。是，因為你看到係影像，簡單來講係影像，不過今天像大家看到暗用的天陽，走戲也好，功法也好，這中間有很多。我覺得你剛才有講到一個好棒的觀念，就大家對舞蹈嘅想象係乜嘅？不是一定要腳拉得很高，有沒有？哇，拉筋。對，其實我為什麼說暗用跟議題？因為我知道小英一直在舞蹈的推動上面，
对你有你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理念在里面，对不对？对，要不要帮我们复习一下？因为我的团队很多雾头生态内创意团队，对对，就係我自家跳摆就細細就同好跳舞啊，但係我太後面是農藝，所以生物相關，因為我就青好太自然，對，所以後來畢業之後，我還去念了舞蹈創作，跟我新冠地都印象的老兩個我親人生最愛的舞蹈，讓太自然讓它結合，對，所以我就想我要創作。我的舞蹈創作全部都要跟太自然有關係，對。然後每讀到兩隻動從用影，一隻做愛心上，可以陳藝術，佢係跳舞的影，咩係翕相的影，對對對，對，就是要他愛所有的影像作品，他都是我的攝影師啊。哇！還有一隻係愛太后時期的好朋友，然後曾煥星，佢自己係做錄像藝術的，對。所以我們成立一隻舞蹈生態系，就會想要用。舞蹈也好，影像也好，平面的，然後錄像的展覽、劇場表演各種形式，來表達就是身體跟自然結合的所有議題。你大概有抓到一個重點哦，大概有抓到重點哦，霧頭同太刺眼嘅結合，我覺得這很關鍵呢，對不對？因為你跟他分享嘅時間係一個藝術團隊，藝術嘅團隊，哇，這個是一個應該藝術嘛，好，大家輕抽象，但是大家就可以了解啊藝術嘛。唔夠小義有講到跳舞同自然結合，哇，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對不對？所以哇，跳舞跟自然結合，可以講你們他狹隘的去想象。我要講了哈，啊就兩種嘛哈，啊第一種就是在自然底下跳舞哈，給他狹隘給想象，第一就會以身體跳舞給時間，你剛剛同自然有一種連結。哦，對。總得冇導演，總得冇。安尼就是最直接。我正好問小朋友要答問題，說舞蹈與自然結合係乜個意思？小朋友說，你就跳像動物按呢，像狗的咩會按呢跳。我說按呢咩嘿，對，像還有一種方式就會在舞蹈影像裡特別容易發揮，就會有環境環保的議題。哦，對，剛剛給條大家看到，其實沒有一些些就是人之間的關係和你食用的這些市場裡買這些食物，但是這個作品沒有那麼直接啊。還有一家作品係講都市的垃圾，哦，係就會要他們都跟我減塑，所以盡量都冇買個保特瓶裝的飲料。對，我就從一家我聽到一家懂太球的舞者，是香港人，香港舞者，對，一看起來就像一家可以有很太球嘅舞者，做得下去，重點是胸中嘅舞者就都瘦瘦的有嘛，對，重點係應用佢嘅身體講，佢會講會發，不是透過語言。如果他可以講的質地上啊，然後表情那些很精準，其實他就是一個很棒的舞者。對，因為像大家看到嘅照片，大家有注意冇？有嘅。有直落嘅羽毛，有直落嘅把頭封住，以為跳舞嘅時間被吃到。對，你看這個就是一個很清楚的一個意象的表達，有冇？哈，所以嗰時候其實食材法可能已經都跟你們吃到講，幾蠻意思，唔過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意象，一個概念的一個傳遞，用按鈕給看藝術嘅方式。好了，我們膚淺一點說，係按鈕嘅看藝術，愛講愛啦，愛講愛。不過真的很棒，不過大家有談到，講一個組成很特別哦，就是藝術團隊有各種不同的人，有影像的，對不對？有還是舞者，所以你們團隊的組成那個人員也是。不同，很多元，很多元，沒有像我露台這幾年也加入團隊，以前是主修美術，是，對，但是也他們跟着我做很多跨領域的創作，像我剛剛講跟寶特瓶的創作，就會給一個重要的方向。他說，垃圾藝術就是垃圾怎麼樣透過創作變成一個藝術作品，這樣，對，所以曾婷，你看哦，這。同大家一般上嘅舞蹈嘅團隊係無共嘅，對，我覺得好棒，因為其實大拜同小英按鈕大追鼓，也係講分享嘅時間，突然間心裡都變得好平靜哦，對，好都覺得好像因為分享一下，因為上禮拜去談嘅阿濤哥嘅演唱會，因為阿濤哥喺嘅演唱會裡面講一句青春嘅話語，一直記在我嘅腦袋裡面，佢講。
那个烦恼哈，黑公你吃都轻烦恼的事情，给黑烦人的事情。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哈。那我突然觉得心胸变得很开朗，有没有？我跟一同小英导演那种大追顾也有一种同样的感觉，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感受到这大自然的力量的那种庞大的能量，对不对？哈，我们就会相对我们自己的那种渺小，爱你干不够，没啦，我是尽量去理解，因为它世俗啦，所以什么？不过真言给不清防疫周的请小英老师来都鸦片，不过其实我知道小英老师其实你生命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算是精神导师也好，对不对？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在澳洲周代工会国宝级的舞蹈，因为巴斯朗西给很多跳，很多去改编舞嘛，陶曼老师从对陶曼形对，因为我们其实根本有青岛的事情都在分享，我们可以讲一下，因为你周都按用给影像创作也好，都跳舞也好，其实受到陶曼老师的影响很大。因为陶曼老师其实澳洲现代舞的先驱，其实第一早把现代舞带转澳洲的老师，然后第一早其实创办一家澳洲舞蹈剧场，但是经过多年在主流的舞蹈，就是都在舞台上跟很厉害的专业舞者合作之后，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其实搬到坎培拉附近有一家地方叫做乔治湖，还真景黑。荒郊野外，对，就是吉祖推给片成立了一个米拉木艺术中心，所以吉祖把他的一生已经30年了，奉献给舞蹈和自然，给爱图北艺大独斗吉祖彻底的影响了我。是，对，你看奉献给自然有没有？东东亚哈给世界，当然还有很多在乔治湖发生的神奇的事情都在分享。不过，刚来讲一下，所以因为也暗涌给影响，所以你们这次你特别有一个很棒的展览，对不对？我们的主题，五界限，台雅讲一下五。然后界限是界限有没有？该先有吗？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哇，这个好有趣。这个其实要到计划黑爱屯陶曼形商，还有另外一家黑爱舞蹈影像很重要的形商，都苏希利黑一家国际有名的舞蹈影像导演。我们三方就共后2016年开始筹划，想要说合作，舞蹈生态系的团队、摄影团队和舞者，还有陶曼老师的舞者要合作安内。然后我们就决定讲，陶曼形上给个米拉木艺术中心就提给按奖的乔治湖，是500万年按漏的一家湖。对，就是这周个场域很特别，我们就想讲，会给别人拍片，对。很多五界线是其实我们17年拍完那边的素材，转来珠有一些不同版本的作品就是第一个是去年10月在台北展，是一个双荧幕的，就比较像他给一版看到天样，或是说这种影片的那种形式，比较平面的。可是同时我们注意到说，台中的国美馆有一家360度的环形的展览空间。给他那时候他有一个 open call， 就是有征件，团队就知道，好像要黑在东后的机飞，就得把我们这个在乔治湖拍到的影像，因为湖就是一个胸在圆，对，所以要在圆形的空间，好像很能表现这个作品。我们想说，我们来试试看，对，然后就很幸运有被选上，太棒了。对，其实按有给展览还有青岛有意思给旅游，还敢聊一下，等一下再同你讲。
哇，鼓手周秋小英讲的，其实你们就真的就去到台中的国美馆有暗用给展览。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说，底下台版压还有暗用给空间，对不对？你想想看，有时候我们看展览很制式，对，走一圈，有没有看到看？嘿，看天样就会有一个荧幕在前面，你看一下，你在一个暗用给空间底度，你怎么样的转身，你都可以杠出。而且动态的 size 动态4公尺高，然后环形的41公尺，有10台投影机在天上做同步这样播。而且我觉得你 Hito 给片，我因为一开始俺有问小英一张问题，然后你 Hito 给片，你进到那个空间，你会做嘛该事情吗？做嘛事情，像生年就最直接，俺某个用谁人，其实都就看到给我们作品的影像，让那些就会给懂认识的叔叔阿姨啊，那就会就按那硬跑圈圈，然后一直在地上滚来滚去跳舞。没有懂你会走到那个中间，那的感觉就是懂后就很像我们来到湖的中心，坐在中间啊，你周围的影像是环绕你，没有你会静静的坐到笋红，就很舒服的这样靠着看。我可以讲说，迄俺冇戏啊吼，不过真嘅因为真嘅会请机飞戏当做的，因为也系请难得嘅机飞。我可以讲说，迄暗用嘅，你有暗用嘅机飞去到暗用嘅空间，啊，真正知道你真正哎走得去那边，我觉得你可以沉淀，因为有个这么棒的空间，然后你走得沉淀，你去嘎，你走得冥想呀吼，你走得讲然后啊，黑讲你走得从小英跟女儿放胆的去舞动你的身体，我觉得那是一种能量的释放呀后调整呀后，不过。说回来，大家昨天看到暗用嘅样相，其实暗用嘅样相就会你去到澳洲，陶曼老师那个乔治湖嘅片拍嘅，对不对？哎，我第一拍片还挺辛苦啊，不过公司采访哦，去到嘅片有暗用嘅机会，我真的很羡慕呢。好像有种去到一个世外桃源，然后与世无争，好像你就不用下所有嘅烦忧，而且你摸要不要穷下？摸要大白就穷啊！你看嘛，做阿妹还是会放心不下嘛，可是你带着去，你更安心。对啊，对不对？摸人懂风行就会，因为记住跟着我们在大自然里面跳舞啊、拍片啊，记住懂习惯，我就对拍记住就顺风去甲搞，去澳洲还差一点是都会袋鼠会便便，就听奶风就会记住去甲跳舞。跳，哎，跟那个东西啊，对吧？所以啊，好棒哦！不过其实去到这边拍片的时间，你们并不是有一个。一般你拍片有一个很固定的剧本，可是你都唔黑，你都就会真的让舞者自信心给发。其实艺丽姐讲到一个重点，就係每個舞蹈影像老一般天样有一隻懂較唔強用地方，因為呀哈當代舞蹈底部。很強調講大藏年身體冇強用嘅，所以應該必須尊重每個舞者身體不同的能量，所以應該唔會講哦，都是我編好一樣的動作俾每一個人跳，而且你來到嘅喬治湖這麼古老的大自然，所以我會希望舞者真的去。老愛強用就是去感受那個場域給你的不同的能量，而且因為喬治湖有濕的地方，沒有沼澤沒有草。很長的那種地方，所以我們就取景上選了幾個不同的場景，然後讓舞者實際感受，然後我們就討論一下，就做所謂的即興，然後我們就把它捕捉下來。有沒有什麼舞者給你回饋？因為公司採訪，唔係每一個舞者 dancer 都有按用嘅機會，有冇？唔過可能有一些舞者去過青島拜，唔過有些舞者可能係第一拜去。有沒有給你一個蠻特別嘅有一隻就係亞大計劃，我有2隻主要舞者，就是當年就人來轉戲，但是亞巴有一隻，其實佢一開始係愛學生嘅，佢去甲妹唔係舞蹈科班，也是好跳舞就硬跳硬跟着我按着跳，佢講佢去甲係一隻台北son佢咩漢語哦，跟住他發都唔會講，就是就很都市的女孩，去到喬治湖嗰片，你視察會去看鬧年時期，會20分鐘，然後完全不可能有大概 7-11，什麼都沒有，然後晚上就是一望無際的星星，早上起來就是好吵，屌的陰很難。他說他一去到那邊他就嚇呆了，然後佢就想到。啊！我還要赤腳踩上去，在上面跳舞，在上面滾，其實對他也是很大的挑戰。對。可是後來轉來給人來講，伊米吉係個像你講的輕都市化嘅生活，你跳舞就會喺舞台上，有冇？就登台嘅感覺吼。對，繼續。佢講佢去到
真的去到我们要拍摄的那个场域时候，你反而感到艺丽姐跟她一开始看到一种很平静的感觉，然后在那个平静当中，来看到亚扎老爱跳舞按钮的声幕很大的转变，就是她整个很放很融入，她反而让我看到很不一样的她。对，我就觉得她真的是属于那个大自然的一部分。我觉得你也开启了她不一样的状态。对不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人很奇妙，就是你没有去，因为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人从母体出来，你本来就是属于自然也好，宇宙也好，但是你来到了一个这样的世界，你可爱有个沟场，你必须社会化，你必须去面对很多你必须存在的方式。可是当你有一个机会，如果你真的释放你身体的能量，再回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可能就像你们的核心价值，好像你重新跟自然结合的感觉，那才是你最初给用我的理解是这样啦，对，我没有亲身经历，我都理性上的理解。可是我可以想象那种晚上，鸡皮疙瘩。对，我的感觉是晚上都是星空啊，早上起来一个安永给环境，对，所以很棒。所以真颖哈，就像导演讲的，你看有一群安永给舞者，佢哋该安永给提风，佢哋用佢哋神体安永给律动给方式，能量的一种。就是不同的调整，然后把它变成影像化，带回来，带转来本大家看，希望就会讲，迄讲你冇法度去甲按样跳，唔讲你看高高，向你做的理解，我相信小英很愿意带大家去到按样嘅理念里面跟环境里面，对不对？而且你们到那边，你今天穿的暗奖就知道，其实你们舞者的衣服也都好漂亮哦。我就会会比较敢于选择一些色彩上。是，然后我有看到一个片段是你们都穿那种大裙子，然后在那边跳跃的安永给港狗，真是令人羡慕啊！我讲到个跳跃，我们有一个东后高的故事，就会刚刚艺丽姐有问来讲，要在影片好像唔像要有底下天涯安的有固定的，一方面也是因为经费啦，因为就是只有2周的时间都在推给片，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最熟悉，然后舞者最舒服、最自然的方式去捕捉。那其中有一景就会乔治湖上面有一扎。听说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了，人为的栏杆，以前的畜牧业，对啊，大拜溪就会念就会看到很多袋鼠啊，那硬跳过溪，跳过，真的就在我们眼前。栏杆，对。可是因为袋鼠，你们去的时候有看到吗？有，一天到晚看到，对。只是因为袋鼠他们是亚桑的，所以有一些怕人，所以他不会真的跟你很近。所以结果我有一扎男舞者去懂挑皮，给看到栏杆说，不然我们来即兴，就像袋鼠按你跳沟一后，我说你真的做得到，你不要给我受伤哟。你按有个感觉很像那个奥运的跨栏，你吗？结果给就说就来试试看啊，如果你吃到后张破安呢，结果就懂后高，给就硬跳，懂像声音又没懂像动物，真的回到很纯真那种样。所以那个影像效果后吗？后是不是？因为我可以想象，如果以女舞者她穿那么漂亮的安永给裙呢，又都安永给环境，她这样子一跳，其实那是一个很美丽肢体的展现，所以很漂亮。所以我们接下来都有机会看到安永给影像。如果亚哈希国美馆看得到吗？看得到，还可以看得到吗？永金朋友会注意哦。给不义工的按精彩给影像，其实除了要介绍小英老师带来这样的一个作品之外，可是更重要，同台卡的朋友就会。安永给展览不是我们自己安永公听啦，对，我们去国美馆就都得看到安永给影像，而且黑妹陶曼老师在那边的演出也有对你来说有很触动的片段。有刚刚讲到就是乔治湖因为佢係一隻東路的湖，所以佢有一張講到湖，我們的想象就是很湖你知道你哪意思嗎？就會不要掉進去給這種理解。可是那邊特殊景象，對不對？其實我第一擺就係張英式藝術節，就係我剛去第一擺去轉來，就2012年，去到看我就咩去查地圖啊 ，Google Map 看講喬治湖。去到真給傻眼，因為跟我們一般在台灣你看得到的湖的尺寸就是不一樣。其實比樣給上面看得到的，就是它好像50公尺長，然後對，然後因為它給東路，給亞哈東就有一大週期。對，陶曼欣賞講好像10年一個週期，我有時候較早，有時候較多水這樣的。那我們
有足够水到这边的。对。可是我们2017年去拍的时候，行一点钟都没有很多水，顶多到脚踝。所以有一扎景，就像讲拍那个水又冇动度，舞者又总唔得下去慢按呢，早的又泡动度的，就献给奶炯，就是像小泥浆，对。然后舞者们也没有人抗拒，他们说哇，机会难得，500万年的 SPA 按呢，皮肤变冻僵按呢，对。但是对，但係個heel上的舞者，做在地不會按呢溜來溜去，像的按呢，然後也可以跑來跑去。可是陶曼行上80郎歲，俺又知道我一定要拍到他在這個奶炯地步，俺就老行上討論講，你像啊那種的表現，你的身體。其實講，俺其實只想靜靜的留佢空下，其實本來靈感，其實說，俺想要鬼讓你躺下去，然後像你遠遠看好像是一個小土丘，唔低嘅係張影，然後俺就動慢放起來，結果給他加料，正式要拍嘅片，佢就拿一張動態棉誒，蓋在自己身上，因為佢講加了這一層，更可以看起來。無法辨識說要和影，背面有一個影碟，還是自然的景物安呢？對，叫做安呢，動慢，然後放起來就做安呢，就安呢，慢慢的升開來。但是因為是國寶，然後人生暗斗歷練，然後而且他氣場應該很強，對，就是那種眼睛剛好，其實眼睛這樣一張開來，太陽就下來了，我們就抓到拍片工的魔幻時刻安呢，真的。而且很感動，其實看老師安尼好像魔咒蠻愛太通走，但係懂狼，因為那個泥的在身上濕的，喬治湖上一直有風，所以老師就為了這一個景忍耐10分鐘，這樣一直被冷風吹。這個畫面我們也看得到嗎？看得到，對。好險啊！好地。對。哇！這鄉親朋友哇，呢趟小英分享到按到升起嘅東西，按用嘅人像其實都有記錄下來都看得到，大家做得去看一下。不過你先聊下，你等下再去分享。一走的绕墙头小英咋搞了都节目地图，然后大家都分享哈。其实有时候我们跟大家讨论的事情，好像听起来好像有点理想，有按个感觉有一些遥远，可是不管用就是要讲，我们要分享这样子帮漳州的哈，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辛苦的事情太多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小英老师来到亚片可以同大家来讲其实按有个高场底度，你可以稍微反省一下，反刍一下，我觉得也释放一些负能量，对不对哈？你真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而且我会知道按有个杠狗其实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对不对？不过看空都听到有很多神奇的故事是在去到澳洲这片去拍片的事情，看到个很震撼的一个东西，还可以很触动他的东西，我们在国美馆的展览都看得到按样的样相，啥人还特别来讲他，为什么你的边边会有一个小娃娃？因为就係我去到做媽媽以後，就係一開始伊麗姐講嘅係一斜槓媽媽，就係動彈性，又跳舞，又去到又編舞，又做導演安尼。但是我去到頭擺沒有當舞蹈老師安尼，所以我去還沒當媽媽之前，就對高幼主動有想法。當了媽媽之後就更多了落實，對不對？以前會很理想，說按做，真的以為有些媽媽有生也這些會改變，可是你是落實。我就因為會調整調班可能就像伊麗姐說，對教育有些理想化，但你要在生意就真緊在你眼前，你都得看到觀察佢用的反應，就可以調整我的教學。然後又根本老觀眾朋友介紹舞蹈影像，其實台灣係一個比較新的藝術媒介，所以我們想未來也有規劃說，我用的藝術教育底部來跟更多年輕的族群生意分享這樣子的創
作，因为压声也就大概就是手机，每个人都会剪影片，大概就好跳舞，所以舞蹈影像刚好很适合他们。是，所以这也会跟你跟孩子的互通有关系，对不对？对，所以你今天要帮我们来分享一些你跟孩子们的互动吗？对，朱黑雅他除了上舞蹈影像之外，一直有在开课，有在做的是亲子的身体工作坊哦，大家注意了，3岁以下，但是根本俺摸会带来会捣蛋了，所以俺就加一下人工诶，嘿，大家不要误会哈，对，这个是一个示范，因为其实妈妈跟孩子是亲密的，对，你除了可以跟他拥抱，你可以跟他一起。看他睡梦，看他吃饭，看他经历亲头的事情。如果你今天特别讲的是，你还可以跟孩子有爱有的互动，身体上的互动，身体上的亲密互动。就会比如讲，因为就会我们舞者都是用身体在讲话，所以我就分享一些俺用的同俺摸的教，或者是我的课堂里会怎么引导亲子们的，很简单，大丈夫都在做。比如说看电视给妈妈迄讲有看到呀，就把声音安尼拿起来，对，就会如果是跟卡西拉声音3岁以下，或是小 baby 没做的，就是你就唯一要注意就是小心他的颈椎，不给摔到头扭，对，你就得按你抱抱他啊，然后两个人先一起深呼吸、伸懒腰，你就得妈妈去搞哦，按你发出声音，小朋友就会懂反应，然后或拉着他的手一起深呼吸、伸懒腰，然后你就得轻轻的按你拍拍他，手指头点点他本己的身体，然后也拍拍自己，给自己的身体皮肤一些刺激，然后你就老姨都在讲哦，落衣哦，落太水哦，安尼都好搞，然后较太大声音，像我摸就会老姨向他里面碰啊，里面碰安尼，安尼硬碰。然后2个人一起伸展开来，然后有一招很好玩的是，我分享比较特别的好了，除非你做对叫按呢，你做老娘的声音不用鸦片，不用叫好，按钮会挤奶力轻后上做的，有没有就抽低奶吼，然后你就说哦做卷饼喽，做面包喽，按呢老给轻轻的这样子揉，你只要注意他的手要尽量在头旁边，你这样不会不舒服，然后小心他的头不要撞到地板，所以大概放在中间的位置，这样慢慢揉进来，靠近你这边，声音会吃到轻后搞，然后你就得加料说哦手痒咯，安尼手痒，或者是做甜的做得抹果酱，就安尼轻轻的描了，然后你就得靠着自己的身体，然后手抱起来，对，小一点的小孩就会比较好抱，大一点的就是2个人可能要合住，然后你就咬他一口，安尼声音就会吃到东后搞，然后再把它这样滚回去。啊，如果你的小孩他太早幼稚园或是国小，你也可以邀请是小孩按你抽凳啊，因为他也不要压到他的脚，用上半身，像刚才那样，刚才是小朋友滚，大人爸爸妈妈的身体在小孩身上这样滚，小孩也会觉得很好玩。对，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讲感觉统合，所以这种简单的滚的运动，对身体的皮肤表层啊，还有小肌肉都是很好的刺激，安内，好棒哦！因为我为什么会觉得很棒？跟演员黑狗，其实亚哈有青都给你，让演员也好，舞者也好，其实有时候大家会去上肢体课程，胎影有没有？从胎影会去上肢体课程，一口是一松口一时间会有一些害羞给感到，或是哎呦有没有？因为你可能要做很多身体肢体的动作，可是为什么欣赏要爱养周？那一定有道理，因为它要让你能够是柔软的，或者是完全的让你的肢体放松，而且那也是一种你面对自己的一种方式。可是我刚刚看到安永给感觉，还会吃到你其实很强用的方式，只是面对声音，对不对？你像看现在有青岛跟妈妈同声音聊的就玩嘛，哦，你可以玩扮家家酒，你妈该做得玩，做得搞。不过刚才那种感觉就是你让他，你等于是让他去上肢体课程，还可以更多样表你。对，其实总简单去给他当义，而且我会鼓励就是妈妈。也不是懂久，一天大概5分钟10分钟，有一个轻量模共发，就是真的2个人靠身体沟通。因为我知道我们台湾的高幼就是太忽略了身体之间的对话。对，可是有时候因为我们都要学英文、学数学，对，我们的互动就是一直说这个。
课题怎么来，妈妈教你怎么做。对啊，可是其实亲子之间身体是最直接的，会刺眼的，而且黑美你同体爱用到爱用给肢体给互动，他是感受到你爱最直接的感觉。哎，大家不要小看爱用你哈，因为爱给甘肃黑爱用，因为你会给小朋友亲胎给安全感，对不对？当他觉得很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正能量跟很有爱的孩子。哎。好像我很有经验的样子，我是从你这边听到的课程资讯。我说你有按用给考察，有哦，对啊，哇，好棒哦！你开课的地点是在亚哈就会单次性的工作坊未来应该没上的亚哈大部分都是室内的，但是应该去个青好就会推在大自然里面跳舞，所以应该今年开始有一系列就会在大自然里面户外亲子课程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就都得上网搜寻啊。错，轻电台唔会轻奶，你就扫描去搜寻一下。彭小英、彭少仪，对，还有舞蹈生态系啊，舞头生态呢艺术团队就可以搜寻到青铜可能上的青岛的底色。哎，我要鼓励一下小英，基本爱吃到青排色，因为佢嘅客家话讲到青好，从本意亲妈妈练的系嘛，古送来感谢妈妈，你真嘅搞到青好，因为小英老师真的很尽责，有冇基本嘅想讲哦，基本要來一片同大家來分享，按用嘅底色，古說哦，真係去練一下客家話，像用唔講，因為青島嘅事情按用大嘴鼓做的，唔過講較專業嘅東西，真係我練一下啊。古說唔看硬嘅咩？木頭生態呢，藝術傳團隊，各位鋼槍媽媽吼，唔過這真的很棒哈。最後，最尾，我們來分享一下亞哈嘅展覽，從現在開始喊走得去，對不對？之前就請小英老師來，唔過佢貼模行嘅，好，古說看慢啊，那我們分享時間、地點，就會到4月28號推國立台灣美術館推台中，然後係108展覽間，就會360度環形那個展覽間。古說真係大家係講有閒有時間，聽說去甘肅一下，哈，真係哈。許多紀片還可以逛一下國美館，對，國美館現在同期沒有東後寬的展覽，耶，好棒棒哦，金山哈，我說哇，上新看電視嘅鄉親朋友根本已經收穫聽從係青苔，哈，真的，請感謝小英老師嚟到亞片，下次有新嘅作品再跟我們分享，好耶，太棒了，好，天天下來做認同了。